大家好啊，我係土神啊，今日咧有隻講是監照從醫院嘅客家朋友小廖啊，嚟兩個都講客家吧。小廖唔該，你先老觀眾朋友介紹你自己先做得冇？做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廖，來自江西省廣州市崇義縣，我今年22歲。係在讀書還是講出嚟做工會啊？在讀書。在哪隻城市讀書咧？在東北長春太學。睇你今啊在東北啊？我在烏卡。就係專業過年啊？係啊。崇義縣係咩講廣東嘅？我聽你講客家話，好像廣東嘅客家話。係離廣東好近，但係唔係老梅州高嘅，係老廣東嘅韶關。所以就係你講一種客家話，老韶關嘅客家話係差唔多嘅。係啊。你有冇來過廣東料咧？我以前從小學到高中都在廣東讀嘅。在哪個地方咧？在廣州。你在小學到高中都係在廣東讀書，即係你在廣東狀態啊？係啊。不過你客家話係在哪學嘅？係咧老爸爸媽媽講話學進嚟啊？我哋烏卡，我哋太年老年人細年都講一般都講普通話，但是我平時因為聽幾人講聽多了，我就曉得講。就你爸爸媽媽都係講一樣客家話嘅人？我媽媽係唔係我哋本縣嘅，係隔壁嘅，按照南康廣州嘅南康市。就佢係咩講客家話咧？而家講客家話。你有冇兄弟姊妹啊？我有一隻姐，一隻老弟。喺你哋講話都係講客家話咯？係啊。係咩從醫院多數嘅人都係講客家話？全部都係講客家話嘅。所以係好像我去到你嗰邊去旅遊咧，老係條街上面咧都人講話，我做得直接可以講客家話啊。大部分嘅年紀比較大嘅人基本上冇問題，但是我哋嗰邊已經就係老愛講大嘅人啊，大部分人都唔會講客家話嘅，有嘅人聽都唔會聽。就係老二安太20歲嘅後生人唔曉講客家話，好多人都唔曉得講。你一年進幾多拜鄉下？我以前我爸我媽以前係鄉下嘅，但是我哋就係1982年以後嘅，我哋就係在做生意，我哋烏卡做生意後來就搬出來搬到縣城。你今下係咩一年過年正轉一拜從醫院呢？放寒假還有放暑假嘅時間還會轉來。睇你之後大學畢業想在哪個地方工作咧？還要等一段時間，等到嗰啲時間來快落來。你講你在廣州狀態藝，估計你應該拍話都曉聽曉講啊？識講啊，識聽啊。哇！你以前老同學都係講拍話呀？唔係哦，我哋以前在廣州讀書嘅時間，讀小學嘅時間，班上嘅同學還有一些會講拍話嘅，但是到了初中、到了高中，基本上班上就冇人會講拍話嘅。所以你一拍話係老同學開係一個你看電視學到嘅？聽廣播啊，看電視啊，就基本上聽係冇問題嘅。聽冇問題，講基本上也冇問題。我看你按腔嘅按位。因為我在廣東嘅時間，因為我手上嘅有收音機，我就會聽咩羊城交通台啊、珠江經濟台啊咁樣。有啲廣州話正經係講得好正宗、好標準咯。你看你在廣州，你有冇撈其他朋友講客家話咧？有，當時我讀小學嘅時間，我記得係讀2年級、3年級嘅時間，當時有一個梅州五華嘅同學，我話我講嘅係客家話，佢話佢想聽我講下我嘅客家話。看下老字嘅係咪一樣嘅，我就講啊，我講嘅佢話我聽你講嘅客家話好似梅縣嘅客家話哦。係啊，多少有啲腔係感覺都好接近咯，就差唔多。所以一開始你剛來到廣州讀書嘅，你係拍話喺眼前唔有聽嘅。係啊。你係聽開幾久之後，你就發覺你自己有聽拍話咧？3年級。就係講聽開1-2年，你就感覺好像基本上都冇問題啦。係啊。你在廣東你去過乜嘅地方了啊？我在廣東基本上就係在學堂讀書，然後因為當時我爸我媽在廣東那邊工作，我就星期日到星期五啊，就星期日到星期四在學堂處，星期五、星期六就在
在烏卡厝，在廣東嘅烏卡厝。所以基本看你有冇去過後將其他客家地區後將河源啊，啲地方佬啊啲人講客家話咧。我冇試過，我真試過，但是我在廣東讀書嘅時間有嗰邊嘅同學。我哋嗰邊有做乜嘅特色嘅即係美食冇？好像羊頭虎啊啲人用嘅。羊頭虎有啊，我也要做啊啲嘅。係啊，喺樓入邊咧係咪差唔多嘅？係差唔多。你嗰邊有冇落辣椒去炒菜嘅？辣唔辣嘅菜啊？辣，但是唔係話好辣，因為我哋廣州嘅係廣西最使唔得辣嘅地方。咁你在廣州咁多年，你最中意食乜嘅東西咧？我就乜嘅東西我都喜歡食。你自己有做菜冇？我自家係唔能做過菜。一般都係我父母在屋企做菜啊。係啊。你平時有乜嘅愛好嘅？就係得閒嘅天時啊。平時我喜歡唱歌，還有喜歡去學習。我今日好開心做得老二講廣西嘅客家話嚟交流啊，多謝你啊！多謝。